好来，乡亲啊，今年的全国运动会10月21到10月26有6天，要伫台南市来举办。即摆这个服装甲种族来献光咯，融入到台南在地意象，要来展现热情甲活泼。全国运动会特别计划为了提供选手上轻便舒适服装。第一组所看到是普渡红，轻松舒适个真显白，穿起来了后，规个人拢真有活力。主色就是台南的古道红，黑色代表着自然清爽意象。一套顶过一套，有自然的绿色、人文的紫色，也有美色的柑仔色等等的各种色彩。软体的部分也积极的在筹备中。那利用我们现在的高科技的方式，这些环保的这些布料，非常凉透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服装。除了服装以外，种植嘛是有下功夫。每一件作品都有台南的影子。研究雕塑创作40多年的大师，捌到过国内外真侪项比赛首奖。这回伫咧奖赛设计嘛，付出伊真侪心血。为细节，拢会当看到台南的元素，有乌面腊杯、沙白鱼等等的形影。同时嘛，包括着对选手鼓励意思。即将在今年的10月21号到26号，在台南市举办112年的全国运动会，我们目前已经都准备好了。经过16天，台南阁承办全国运动会，为服装、种植到贵宾的纪念品，拢展现出真高的台南味。欢迎大家来台南参加全国运动会。台南市长黄伟哲更加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122年全国的运动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